大埔宏福苑大火釀成百幾人罹難，更加揭露出喺強制驗樓計劃同大維修底下，工程界背後嘅種種黑幕，甚至制度嘅崩壞。其中涉及宏福苑大維修嘅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廉署早前以涉嫌貪污拉咗2個董事，並且將佢哋帶到去九龍灣嘅寫字樓搜證。據了解，鴻毅喺2006年成立公司，2個董事吳躍、黃合彥都係直接同間接股東嚟㗎。最新嘅消息係，反圍標大聯盟成員趙恩來向傳媒話，由2間大型物管公司嘅高層得知，鴻毅尋日陸續打電話俾客戶，通知即將會結業，之後會正式以書面通知，但就冇交代到後續點樣安排。有傳媒今日上到去鴻毅嘅 office， 發現已經拉咗閘，門內嘅 CCTV 亦都貼咗膠紙。趙恩來話，鴻毅現實上已經運作唔到，因為工程顧問公司最重要係獲授權嘅持牌簽署人，但鴻毅2個持牌人都已經被捕，所以運作唔到。估計有大約200個樓宇維修工程受到影響。其中一個受影響嘅就係觀塘安基苑，事關佢哋嘅外牆維修，同樣都係由鴻毅做工程顧問㗎。棚架工程就由偉利負責，偉利嘅負責人拒絕回應有冇收到相關嘅消息。而安基苑早前舉行咗業主大會，當時偉利建築負責人就話佢哋嘅棚網符合英國標準，所以唔會拆落嚟，更加歡迎業主隨便剪啲網出嚟測試，豪言話你指邊度我就燒邊度。結果禮拜一測試之後就發現其中一個樣本燒咗足足1分半鐘先至熄，最終偉利決定緊急將所有棚網更換，即時將安基苑現有嘅棚網拆晒佢。事實上，自宏福苑大火之後，其他同樣做緊大維修嘅屋苑居民都提心吊膽。同宏福苑一樣，用宏業作為承建商嘅火炭瑞和苑，法團開會之後決定拆去9座大廈嘅棚網，之後會拆埋棚架，剩低嘅工程或者會改由吊船完成。另一個由宏業做承辦商嘅屯門怡樂花園，經屋宇署巡查之後，亦都要求法團拆圍網，否則會檢控。另外，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都發現，深水埗怡國苑維修工程用塑膠板封窗，已經即時要求承辦商移除，並且諮詢法律意見，考慮檢控。以上嘅事件都係因為災難發生後，相關當局先至做嘢，代表冇出到事，其實只係好彩，亦都反映大維修嘅問題其實係幾咁普遍。最慘係作為居民，唔係冇嘗試過自救。根據一線搜查嘅報道，宏福苑居民上年已經有業主提出工程籌備太倉促，事前冇諮詢，業主唔知工程嘅詳情同細節。雖然之後成功罷免舊法團，但工程已經簽約開始咗。當時嘅律師話，如果工程被推倒，所有業主都要承擔法律責任。上年亦都有街坊向廉署舉報過，但廉署只係不斷問你有冇證據，結果都冇開到 file， 要等到出事之後先至極速拉人。但就算一開始已經跟到足，其實都係陷阱處處噶。當小業主諗住參考市建局對承建商嘅評分，好似負責宏福苑大維修嘅宏業咁，喺市建局樓宇復修公司登記計劃入邊，項目管理評分竟然係100分滿分。呢個復修公司登記計劃喺2021年開始接受申請，目的係審核承建商嘅專業資格，同係咪有妥當嘅項目管理系統。評分嘅標準就包括參與工程嘅專業人員、被遮擋或掩蓋工程部分嘅施工管理、材料呈報、工程變更、缺陷修補、分判商管理等等8個範疇。市建局回覆嘅時候就承認，相關表達方式有機會令到公眾以為評分係對承建商嘅整體評價，而唔係項目管理嘅系統完整性。又話登記計劃冇要求承建商聲明有關地盤施工安全嘅定序記錄。佢哋話會改善計劃嘅審核範疇、方法同準則，同埋展示方式，仲有結果。另一點就係有傳媒發現物料嘅檢測報告都可能未必係真㗎。根據 Now 新聞報道，柴灣豐華村用嘅棚網同大埔宏福苑一樣，都係嚟自山東嘅生產商。承建商文源建築貼咗份棚網檢驗報告，強度同阻燃性都係合格。
報告上面寫住係出自北京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深水埗怡國苑嘅棚網報告亦都係一樣，但 Now 新聞去到檢驗中心，中心嘅職員就話報告唔係由佢哋發出，又向記者展示咗真報告嘅格式，都同豐華邨怡國苑檢驗報告嘅格式唔同。鄧炳強今日挨晚見記者嘅時候話，柴灣豐華邨同北角富澤花園聲稱得到棚網阻延合格證，但調查之後發現證書涉及虛假文書，已經立案調查，交由港島重案組跟進。另外，消防處亦都證實，宏福苑8座大廈嘅警鐘火警發生嗰陣時都冇響過。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今日見記者嘅時候都話，尋日以涉嫌欺詐拉咗6個男人，分別係消防裝置承辦商負責人同職員，指佢哋涉嫌虛假陳述，同消防處訛稱工程期間唔會閂警鐘。一個跟進咗圍標情況10幾年嘅調查記者就喺 Facebook 出 po 話，棚網只係今次發生災難嘅表面原因，香港面對嘅係一個針對小業主嘅有系統犯罪，加上政策配合，市民根本無路可逃。佢話大維修涉及嘅維修費每年高達1000億，採訪過其中一個黑社會人士，甚至話圍標已經好揾過販毒。文章好值得每個小業主去睇㗎，link 會放咗喺描述欄度。我要求調查到底，認真改革，化悲憤為改革力量，打破利益藩籬，不論涉及任何人，都一問到底，追責到底。特首喺尋日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由一個法官主持審視宏福苑起火同迅速蔓延嘅原因，承諾會全面公開報告。佢亦都提出8個範疇必須系統性改革，當中包括樓宇維修工程施工安全要求、工程各個環節嘅相關利益角色衝突、用料驗證同檢測、涉貪圍標，仲有大廈消防等等嘅問題。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認為李家超咁做可唔可以解決多年嚟嘅大維修甚至工程界嘅腐敗問題呢？歡迎留言討論下，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新聞時事啊！